文化部昨公布今年度文化部台湾品牌团队的补助名单，拢总有6个团队，包括游人新歌、朱宗庆打击乐团、邓美云歌戏团等等，拢有摕到补助。文化部表示，希望透过这个奖助金，会当帮助艺术团队开发新的作品。为着要提升艺文竞争力，和台湾的艺术文化会当伫国内外有愈侪创作能量和国际交流，发挥咱的文化影响力。文化部逐年拢有台湾品牌团队计划的奖助金，艺术团队就提出年度英文计划、和艺文教育、国际交流等等的规划，和文化部评选。文化部15公布今年度的补助名单，包括友人文化艺术基金会、和朱宗庆的吉乐文教基金会、东美分歌戏剧团等等，计共6个团队。每一个县市都会去云缴，对，所以我们预估可能需要花到1个月到50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。那目前都还在规划当中。那这次除了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倡议之外，把这样的鼓声的力量跟能量带到各个地方去，安定人心。友人新歌表示，今年因打算用步练的方式为台湾行透透，要透过歌声传达安定民心的力量，嘛要把环境永续的精神传播到各地。另外，朱宗庆打击乐团今年是创团40周年，国内外除了有大型的巡回演出，乐团表示，伊嘛会继续把打击乐以公益的方式推广到偏乡实质艺术边缘。公益推广计划上面呢，我们还有推出每周1日的打击乐课程，击乐啪啪购，我们是把打击乐的课程带到偏乡的国小，还有巡回列车是把打击乐的舞台带入社区，还有艺术入校计划，然后我们也会持续推广这个我们的公益赠票以及公益演出的部分。得到补助的团队表示，进前受疫情影响的3档，尤其对国际演出有正大的冲击，到今年才豆豆恢复交流，有这个补助金是真大的帮助。文化部表示，这个补助的计划自2013年开始推动到今已经11年了，都是希望帮助艺术团队继续开发新作品，让国际看到台湾，嘛带动国内艺文欣赏人口的成长。记者卢尚如、郑准由台北报道。